跟你说，喜欢一个人很辛苦。拜托你快点走，不要再纠缠我了。干嘛啦？哪位啊？这也变你的怎样？叫他怎样的？妈的，渣男！你再不给我就叫警卫来啊！喂，寄放蛋糕忘了拿。你做好心方向，后面是我和我的一切，才模糊的答案，麻烦的思念，要飞到哪去才能够躲避这一切？我反复跨越界限，在遗忘之前。我最后想一遍，最后整理。